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讲热天日头真美，天气真热，咱嘛会当讲是日头真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炎，以暗炎第7条。炎会当讲是火，或者是日头真大，咱会当讲是火真炎，日头真炎，嘛会当讲是日头真美，火真旺。另外，咱身躯身体因为红肿发红会痛，咱讲发炎，像咱讲关节炎、肠仔炎、毛肠炎、脑膜炎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发炎，嘛会当讲是发红，就是空喙因为腹着细菌引起红肿。第二个词读做炎热，就是讲天气真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下晡天气遮尔啊炎热，这个囡仔伫咧外口耍，一个无细里跋倒，空喙发炎，害是大足紧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炎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